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约翰奥斯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。苹果公司今天宣布了备受期待的 iPhone 15即将于近期上市。iPhone 15将延续苹果一贯的创新传统，引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潮流。本次发布的 iPhone 15将带来全新的设计和一系列独特的功能，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款手机的亮点。无边全息显示屏。iPhone 15配备了一块全新设计的无边全息显示屏，用户可以体验沉浸式的 3D 效果，无需任何额外的设备。这种创新的显示技术将让手机使用体验达到空前的高度。悬浮触控。这款手机采用了革命性的悬浮触控技术，用户可以在离手机表面一定距离处进行操作，无需实际触碰到屏幕。这项技术将极大地提高设备的耐用性和清洁度。高级生物识别。iPhone 15引入了全新的多模生物识别技术，包括虹膜扫描、面部识别和指纹识别，提供了更高级别的安全保障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最适合的解锁方式。无线充电和数据传输。iPhone 15支持全新的无线充电和数据传输技术，用户只需将手机放置在专用的充电器上，即可同时实现充电和高速数据传输，无需插入任何线缆。强化现实 AR 集成。iPhone 15以深度集成了 AR 技术，将现实与虚拟世界完美结合。用户可以通过手机体验丰富的 AR 应用，例如导航、游戏和社交互动等。高性能处理器。iPhone 15采用了最新的处理器技术，不仅性能更强大，而且功耗更低，这将为用户提供更加顺畅的操作体验和更长的续航时间。专业级摄影系统。iPhone 15配备了一套专业级摄影系统，包括多个高分辨率摄像头和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，无论是拍照还是录像，都能带给用户出色的画质和丰富的创作可能。iPhone 15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正式发售，苹果公司已经开始接受预定。关于具体的发售日期和价格，苹果公司将在稍后公布。考虑到 iPhone 15的创新设计和丰富功能，业界普遍预测这款手机将吸引大量消费者，引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新一轮竞争。除了上述突破性的功能， iPhone 15还搭载了最新的 iOS 系统，提供了众多改进和新特性，这包括更智能的Siri语音助手、更强大的隐私保护功能以及全新的 App Store 体验。iPhone 15的发布再次展示了苹果公司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，这款手机无疑将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使用体验，同时也将引发其他智能手机厂商的技术创新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 iPhone 15如何再次改变世界。扎西德勒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